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強颱風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及極端酷熱嘅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溫達37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點，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36.9度，係1884年有紀錄以來嘅最高氣溫。而上水錄得最高氣溫39.8度，係天文台自1980年代設置自動氣象站以來喺香港境內錄得嘅最高紀錄。喺下午4點，白海豚集結喺溫州以東約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帶。睇大船路徑圖，白海豚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55公里。黃色工作暑警告現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頗高，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應該要注意防曬嘅中暑。現時溫35.1度，相對濕度53%。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約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極端酷熱，隨後1-2日高溫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熱帶船白海豚會喺未來1-2日橫過浙江移入內陸，受其外圍下沉氣流影響，華南天氣極端酷熱，高溫亦會觸發雷雨。預料股西南氣流會喺本週中期影響廣東沿岸，該區高溫天氣持續，亦有幾陣驟雨。高空擾動會喺本週後期為華南帶來不穩定天氣，該區驟雨增多，高溫天氣略為緩解。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多謝收睇，拜拜。